很多在外求学和工作的朋友跟我说，臭老师，你能不能多更新点宁波话节目啊？我想家了。这一期节目，就来聊一聊如何说好灵桥牌普通话。先和外地的朋友解释一下，灵桥是宁波最有名的一座桥，可以说是宁波人心目中的城市地标。小的时候，你问你妈妈，妈妈，我是从哪里来的呀？妈妈总会对你说，老啊，老是路过就得出的。所以灵桥牌普通话指的就是带有浓重宁波方言口音的普通话。阿拉老宁波人啊，普通话说的不好，那是可以和广东人有的一拼，因为我们宁波话老底子啊，和这个北方的方言差距非常的大。我可以举个例子给你看一下。中国国民革命呢，是要求我们中国独立、自由、平等，来实现我们生存里的三民主义。The object of this revolutionary movement。 要说好灵桥牌普通话，第一步，忽视所有的翘舌音，这个比较好理解。长江以南绝大部分地区以及东北部分地区，翘舌音都发不太好。然后呢，你们要掌握一个技巧，嘴巴一定要翘。我给你们示范一下普通话版。你在南方的艳阳里，大雪纷飞；我在北方的寒夜里，四季如春。如果天黑之前来得及，让我忘了你的眼睛。灵桥牌普通话版，嘴巴一定要翘。你在南方的艳阳里大雪纷飞，我在北方的寒夜里四季如春。如果天黑之前来得及，让我忘了你的眼睛。为什么嘴巴要翘起来呢？张得小一点，因为我们宁波话里面的韵母，它的发音位置比较靠前的，很难发出普通话里面的鼻音。譬如说，把前鼻音的安发成安，看电视、玩游戏、吃饭、打篮球。后鼻音呢，我们经常把啊发成哦或者啊。譬如说，超老师、老张、帮忙、方便面、多心痛。还有一个技巧，就是在日常生活中多使用贼嘎这两个词，充满了正能量。这道菜贼嘎好吃，你长得贼嘎好看，这首歌贼嘎好听。超老师贼嘎鱼翅，你如果用好这个词就可以成为社交达人，长得贼嘎可爱。老在嘎帅气。当然，说好灵桥牌普通话最重要的是心态，说的时候一定要充满自信。我记得我们上学的时候有许多宣传标语这样写：讲普通话，做文明人。搞得好像讲普通话比这个讲方言要高级。语言和语言之间是没有高低贵贱之分的。为什么说秋爱就比说秋干高级呢？不要觉得我们宁波话土，我们老底子的宁波话是和国际接轨的。譬如说480、4sticker， 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清 English， 或者说宁波 English。而且宁波话或者说是吴语，它本身就有非常高的历史价值。很多的古诗词用吴语来读呢，听上去会更加的有味道。不信，让老家给你念念看。1、2、3、9、1年，我住雀仔嗌我攞用牌，攞尿過我冇別嚟，攞住咪出家仔 ，yeah。阿哥，我說的是古詩詞啊。熊熊，拉拉切切，凄凄切切切切，做女為中國，最美家鄉，西北兩隻地區，長得愛來風景。前段時間有一張圖很火，6到20歲能夠熟練使用方言人群比例，我們寧波的排名只有倒數第2，整個華東地區即將團滅。雖然說這張圖表來自一份暑期社會實踐，不能說這個數據有多權威，但是它確實說明了一個問題：我們年輕人正在丟掉方言，這是一件多麼可惜的事情啊！朋友們，全世界穿咪摸褲、咪摸衫的朋友們，讓我們行動起來，把寧波話的表情包都收集起來，把賈老師的節目看起來，和爺爺奶奶、外公外婆大道夾起來，傳承方言文化，我們再行動。如果對於你來說，說好正宗的寧波話有點難，那麼就從說好靈橋牌普通話開始吧。